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unny。今日咧，我哋都係會嚟到匯璽同大家睇一個租盤嘅。咁啊，匯璽嘅介紹咧，今日就唔喺度多介紹啦。可以大家有興趣咧，可以睇翻我之前嘅影片。咁啊，今日呢個租盤咧，係一個一房二杯座中層嘅衣室。咁啊，佢實用面積咧係351尺。新業主咧喺上年嘅10月同我哋買入嘅，就係740萬。咁依家普遍嘅成交價錢咧，都已經超過800萬，即係望市景已經超過800萬，望海景咧已經超過850萬嘅啦。而普通嘅開放式，即係冇房純開放式咧，就已經超過600萬嘅啦。依家業主咧放租咧就係23000蚊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你隨時約我睇睇。咁我哋而家一齊望一望個單位先。咁啊，匯璽嘅一房咧，全部都係開放式嘅廚房間隔嚟㗎啦。咁但係麻雀雖小，五臟都俱全嘅。洗衣機，咁啊雪櫃就喺另一邊嘅，呢兩個櫃，星盤就喺度。咁但係咧，佢有塊板喺度，可以令到你平時個工作空間咧都會比較多嘅，即係煮食嘅工作空間比較多嘅。咁呢個位置咧就可以擺下啲咖啡機啊，一啲水機咁樣，仲有一啲儲物位置啦。雪櫃咧，嗱一般開放式咧，其實都係得一層嘅雪櫃嘅啫，好少話真係有兩層嘅，真冰格嚟嘅，係啦，真係冰格嚟嘅，大量嘅儲物空間。景觀係十分之開揚，露台咧都好夠大，一個好大嘅衣櫃，上邊到頂嗰度咧仲有個儲物位嘅，洗手間，而一房咧就係呢一度間開咗嘅啫，咁我都覺得有樣嘢幾好嘅，咁啊可以將睡眠區同埋衣帽間同埋洗手間咧就分開咗3個區域。咁啊，譬如如果有客人過嚟嘅時候，咁啊就咁閂埋呢度小房門，咁啊然後就直接入落去洗手間，咁都可以唔使經過你自己張床咁樣嘅。今日咧就簡短地咁介紹一下呢個租盤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都歡迎你隨時聯絡我，約我睇樓嘅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對匯璽嘅買賣有興趣，想睇下開放式啦、一房、兩房或者3房、4房嘅話咧，都可以歡迎你隨時聯絡我嘅。